家事，桃之夭夭，其叶真真哦，之子于归哦，宜其家人哦。那这个呢，就是桃夭的这个部分，它意思就是说，哎，桃之夭夭，说那个桃树哦，长得很茂盛哦，灼灼其华，就是说它的花啊，这个华就是花的意思哦，灼灼其花哦，那它这个花呢长得很火红，很漂亮啊哦。哦，那之子于归，就是说，哇，这个美丽的姑娘哦，要出嫁了哦，那是多么的适合宜其世家哦，就是一主公可以当一个好的那个媳妇啊，然后会照顾这个家庭。哦，那桃之夭夭哦，有逢其实。哦，那这个哦，要引用到跟前面一样哦，这个长得很茂盛的桃树哦，它有着结着很好的一个果实哦。哦，那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哦，那当然世家跟家室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啦。哦，那桃之夭夭哦，其叶真真，就是说它的药，它的那个叶子哦，哎，长得也很茂盛啊。哦，然后说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哦，她已经这个女孩子呢已经嫁出去了哦，那很适合她的家人哦，对她的家人是会会很好的。哦，那以我们现在的角度在看啊，哦，觉得哦，其实这个写的也很好了哦，像我们现在的人有这种文笔去写出这个哦，也是也是可能跟党啊，然后我们几个人办得到。哦，那其实他除了文采之外，其实也有情哦在里面。哦，那我们就简单哦，从两句诗经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边要跟我们讲的，其实就是哦，为什么会讲诗无写？其实他在讲就是说，哎，诗经充满了这么多的情，那其实它背后呢，哦，它的那个思想呢是无写的，然后无写的。OK 哦，所以整个这一段哦，我们的选读第二，其实他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思路型。所以在这个要义的这个部分呢，后续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关这个谱写的这个部分了。好，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为什么会说《诗经》的这
实他写了很多的故事，其实有一些都是在讲他自己，讲他自己，所以有一些关于这种，感觉看就是那种比较偏向于情感上的东西的那种历史上的留下来经典的文章，或者是那种小说啊，或者什么等等等，其实它都是那个作者本身他一种很情，可是当一个人，就是他很悲伤的时候，悲伤也是一种情，特别是有时候不是都会念那种祭文啊，或者追思文啊，那个有一些祭文就真的追思文就是那个后代子孙他们自己写啊，他只要是他自己写的，他自己又透过他念出来，现在大家有参加过，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现场的气氛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不自觉的眼泪就会滴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情的一种真情的一种表现所以真情每个人的戏都有这种情要会流露，只说大家会觉得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像刚刚看的那个诗看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在讲男女之间的情爱的事情，出自于真情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他是有什么损害的，就是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真情呢？然后后学这边就引用了一个中庸里面的一段文章，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谓之和然。中庸跟我们讲当一个人他的喜、他的怒、他的哀伤、他的快乐都还没有产生出来之前呢，这个状态称之为中。那我们不去细谈他的道义上的部分那重点主要讲的是后面这个发而皆众结，谓之和。就是说，当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情，我们会有喜的时候，会有怒的时候，会有哀的时候，会有乐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可是这种情感呢，我们中庸儒家今年不是叫我们说都不要有，他是说，这个东西难免都会有，可是呢，要发而皆众结重点就是要适当适当那这个就把它称为和，所以中庸才讲说要自中和嘛，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所以这边是什么叫做真情？然后觉得其实就像中庸跟我们讲，要重情所以《诗经》这个呢，其实他讲的虽然看起来是关于情，有一部分可能在讲国家的事情其实呢，孔子的眼中，他觉得这300篇看起来呢，其实他都是思无邪，他是无邪。那会无邪就代表他的意思就是说，他
所以这个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哦。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思无邪。那再来谈谈这个思无邪哦，那其实回归到我们道场上的角度来讲，那思无邪其实要讲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无邪嘛，要无邪，我们的思想要无邪哦，要纯正哦，要爱，就是不要有邪念哦。哦，那所以其实就是跟我们讲，我们的起心动念哦要无邪的。那其实这个邪哦，大家也不要看说，这个邪就是一般我们在讲的很邪恶哦。哦，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画卡通、画熊这哦，就觉得正义对抗邪恶，觉得邪恶是很不好的。其实邪哦，在它的字义上哦，不是那么的坏啦，哦，它只是指不正而已啦。哦，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哦，大家多少都应该都有看过《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